新一关警察局华山分局今日宣布讲，因抓到一个暴力讨销的组织，嫌犯普通时是伫抵挡甲强拿走跳，强占市场，强逼打伤，就要让出单位，才佫转手卖互别人来抽利润，结果有抓到4个嫌犯。警方接到通报，随来到犯嫌厝内抓人。警方表示，单成主嫌徛头的这个组织，过去定定以恶势力强占市场单位，卖用暴力方式恐吓被害人讨销，真侪在地摊商感觉真惊吓。假借这个黑帮势力的名义，来滋生事端，暴力讨债，并对这个市场摊位还有这个土地中介业者，来做一个恐吓取财。那案经，我们的专案小组，长期布线搜证，实际侦收，在昨天，我们将这个诚信嫌犯为首的这个暴力成员，逮捕到案。华山分局表示，因长期收集证据，内底包括徛头单身犯嫌在内，计共4个人。别在现场查到一支假的手册、被害人本票甲别项的证物。警方初步调查，目前至少有5个受害人。新北县警察局长吴进田除了颁发破案奖金，也表示会继续扫动非法组织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